二哥，你的手臂受过伤，还是我来吧。齐少啊，齐少，你还可以更蠢一点吗？三哥一向行事谨慎，顾全大局，这回却是连我也看不懂了。说的是，他这么做是跟谁过不去啊？这个赵王妃也真是的，怎么那么多人，就她的衣服掉了？没想到他对自家妹妹也肯下此毒手。对呀，在这宫里，谁还会顾及姐妹不姐妹的？我证明，绝对不是我们家娘娘干的。可这事儿大家都看在眼里呀。当时赵王妃旁边可只有太子妃娘娘在呀，跟我有毛关系？告诉你，我这辈子最不喜欢被人冤枉。干什么？皇祖母，今日赵王妃衣不附体，当众出丑，定是她有意为之。住口！口说无凭，信口雌黄。皇祖，不要再说了，赵王妃的事还有赵王呢，你就少操点心吧。